Ivan 啊，自從創新科技署咧係成立咗 Inno Hong Kong 創新香港研發平台之後咧，香港嘅創科發展咧可以話展開咗新嘅里程呵。係啊，Heidi，Inno Hong Kong 促進咗環球科研團隊合作，將科研成果轉化落地，造福人群。呢個團隊得到 Inno Hong Kong 資助，成立香港微生物菌群創新中心，透過國際化合作，研究出新方案，為香港發展成國際生物醫學科技樞紐出一分力。我哋嘅中心咧研發咗一種專利嘅 Mosaic 嘅 FMT 微生物移植嘅方法嚟治療藍病梭菌感染，成功率係大幅提升到90%以上。我哋將健康嘅菌群移植到病人身上，重整病人嘅腸道微生態。呢個創新嘅療法已經喺醫管局轄下嘅醫院進行，更加期望將來可以用嚟醫治肥胖、自閉症、癌症等。同樣獲得 Inno Hong Kong 資助而成立嘅醫療機械人創新技術中心，將創新技術轉化為臨床應用，讓病人直接受惠。中心同海內外嘅專家合作，開發腹腔鏡手術機械人，減低手術同病人復原嘅時間。而家已經完成咗200宗嘅手術。最近中心仲同 ETH Zurich 聯手進行全球首次遠程遙距磁控內窺鏡手術。我哋希望推動各地嘅專家合作，將醫學工程嘅研究應用喺現實嘅治療之中。Heidi 啊，呢兩項技術已經開始喺本港嘅醫院試行。希望透過醫療科技產業，我哋可以幫到多啲嘅病患啦。